继续来看检调侦办罢免案的死亡人数，搜索到国民党军内的县市党部有风声，讲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是后一波搜索的对象。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今仔日嘛甲兼国民党组发会主委的立委柯武正爆发着口角。 你们有检察官申请声押吗？旧案重提，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只是要跟掩饰什么？我是要跟主委来探讨。我没有要掩饰什么，我只是要跟主委探讨。我们这样子的案子应该要。 侦查的比例原则应该要遵守。我的案子不足以掩饰，我觉得您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当时有一个可以依法行政的好监察官，所以呢才能够放到这样的时候。如果到今天的话，你可能会被这个检调搜索，你可能会被羁押，所以我觉得您很幸运，因为当年遇到了这个可以依法行政的好监察官，所以李进勇主委。 您不要恼羞成怒。我现在跟你谈，两个人的冤家，就是因为柯武正讲到李进勇过去伫个台中地方法院做法官的时阵，曾经叫书记官针对着笔录的日期来造假。李进勇是真火大，回呛讲，迄是40年前无做判决的老案，而且强调家己并无抄名册，甲伪造签名。 看得出来，两个人火气拢真大。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